大家由荃灣區中原地產網仔介紹樓盤時間，今日介紹呢個咧巨無霸 size， 位於環海灣地鐵嘅管理，實用方面854尺。好啦，大門入嚟咧，第一間睡房，咁方便咧翻到嚟館咧休息下咁樣。咁睇翻個客廳非常之大啦，2、3張乒乓波台都擺得落去，食飯位置8至10人餐台，梳化間廳有電視板邊，呢邊就望翻荃灣嗰啲新樓盤嘅白澳灣啊之類咁樣啦。接住睇下個廚房，咁跟住 U 型備餐區，明火嘅煮食。好啦，跟住咧下一個就呢個就係個儲物房，有窗。第一間睡房3乘6嘅床擺到嘅，完全擺到。好啦，接住睇個洗手間，洗手間咧就有窗嘅。第三間嘅客房啦，3乘6嘅床一樣擺到。好，最後睇下個主人套房。主人套房有窗一個洗手間，浴缸式嘅設計。好啦，超級巨型嘅 size， 係啦，4乘5、5乘6嘅床。好啦，跟正翻先，呢個先係主人嘅套房，頭先嗰個就係客廁嚟嘅，都係有窗嘅，唔使擔心啦。好，今日我仔介紹人都係再打俾我，電話號碼3854488，多謝晒大家。